有一天，阮个人沿着溪边去找药草，药草还未找着，就看到一个规身躯拢是火、昏迷不醒的查某人。我嘛印象真深，迄个时阵是下晡3点，伫咧北进拿来上溪的溪仔底。无对，我记得足清楚，是3月初5下晡。后来，我嘛落去溪坎的去找，可是啥拢找无啊！我这个做翁婿，想要替伊收一个全死都做袂到。安尼讲起来，阿基可真正就是你要找的素魂啊！无对，就是伊啊！伊就是我找真久、生死不明的家后啦。但是志玲兄，你一定要了解，阿基哥因为受伤上重，对过去代志拢袂记。你讲啥？你讲伊失去记忆啊？会用安尼讲？你是医生啊，你会去斗相共啊，你会使帮助伊恢复记忆啊？志玲兄，不是我无爱帮，是即摆医学还无遐尔发达，而且做医生的嘛毋是万能的，尤其有即款病人是心理上的因素，医学内底讲叫做恶意的遗忘。也可能是阿基科伊对过去的代志感觉足恐怖、足残酷，所以伊无愿意去面对。若真正是安尼，阮做医生的就无法度啊。先生，医生，你回来啊？阿基哥，你小可休困一下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来坐一下。你要甲我讲啥？即马阮两个人有一寡代志要甲你讲，不过你家己要有心理准备。可是你若只要讲出我会艰苦，啊无你莫讲，我嘛无想要听。阿基哥，你毋是一直足勇敢的，你毋是一直要知影你过去是怎样，是怎样即马时时囥伫你的面头前，你颠倒毋敢去面对的。是啊，基可，你毋是等一天等真久啊？哪会即马颠倒要闪避呢？我毋知影，我会惊，我惊我来去面对以前的我。你对我的情，你昨对我的恩，我是要安怎报？我要安怎还？我真正想袂到，你会甲中山兄发生感情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阁伫咧怪中山兄呢。我当想要找一个时间甲你问看卖，你有考虑清楚？阿基哥，你有这份心，我真正是真感动。我永远会藏伫我的心肝内。不过，我袂用遐尔啊自私，为着甲你斗阵，我都无甲你讲这个事实。阿基可，我已经清楚，铁玲仔就是你的翁婿，过去你叫做素魂。明仔载我带你去食铁玲仔，你两个人面顶，希望安尼做，对恢复你的记忆较有帮助。我就是无爱想，好好一个人，会啥物代志拢袂记。大，一定是迄孙文吼偷看无啦，条工牌甲锁伊也好。我阁陪你走一撮，大声甲锁话，出来甲锁以后，若是阁无法度，连个手转来啦。大，你是安怎？你要安尼就准准煞笑，你要白白双手，甲锁送互三毛的哦。毋是我愿你白白将素文送互别人，是素文袂记我，伊嘛袂认得我，伊会记，只是刘三爷，你敢看袂出来是？无讲袂啦，安尼无讲袂啦。伊若有才调，无就等锁清醒了后，看是要选你，还是要选伊啦。问题是素文永远袂要清醒起来。
我所问的，只是灾难，只是假命。所问伊唔敢搁倒转来过以前迄款日子。你出去，你嘛莫管我，你无办法甲斗相共，你嘛无需要来安慰我。我所有的感情，已经对以前的所忘去。阿吉哥，你哪会搁伫遮？你毋是要甲中山兄去志廷阿兄，互你两个人搁好好了解一下？先生，我无想要去。恁大拢讲铁顶仔是我的翁婿，叫我当带小你。不过，我对伊确实是无印象。你叫我倒转面对一个我无熟悉的人，我感觉我足痛苦啊。先生，咱离开这好无？咱甲中山先生来去长山参加革命。阿吉哥，你有这份心，先生真感动。但是每一项拢有过去，有今，活着才会有意义，才会实在。今摆你袂使倒掉。我对你的病永远是有信心的。应该搁等一段时间，等你的记忆恢复了后，才搁来讲去长山的代志。因为你今嘛是一个互命运创治的人，你搁较会坚强。等你清醒起来，找到你的过去，迄个时阵，你才会做决定。无定，你还是会选择甲中山兄去长山；无定，你就会选择转去甲你的翁婿团圆。安尼，你才袂有任何遗憾。阿吉克，用平常心去面对现实，安尼才是解决代志的方法。阿吉哥，阿吉哥，干巴的。嗨，弟弟兄，来面坐啦，泡一杯茶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人要见你。阿吉哥，我即马将阿吉哥交互你。无，应该讲是，我将素文交互你。嫂啊，你起来看大少，那呢，你就是要认大啊，大啊，嫂等下。你讲，放较轻松的，啊，等下你两个好好讲一下，较暗的时阵，我才来接你。素媛，会当看到你，我足欢喜的。食啦，过去嘞。啊，日本警察伫后壁追，我抱着你，一直往遮走。过去嘞，你想看嘛？
咱来到这，咱去日本警察，一个走投无路，你为这搬落去，我用手甲你揪条条，想要甲你揪起来，你可会记袂？你这落这呀？你想看袂？可会记袂？还你搬到这里山坎的，就这个警察听到强不谈落啊！你哪有可能袂记的呢？你介意，所以不得手段想要得到你，造成这个悲剧的人，就是伊啊！你搁想看卖？你想看卖？错，这个冤仇，我已经叫迄个强本头路用火来赢啊！还佫有迄个四卡头路，你搁会记嘞？那个兄弟已经亲手给刣死啊！伊袂当搁也会用火来欺负咱台湾人啊！错分，我只手大过，天海角，我拢要甲你找，我要甲你讲，你的冤仇，啊，讲迄个袂出事，就来离开咱这个可怜的囡仔的冤仇，我拢已经替恁报啊！宋文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想袂起来是？宋文，宋文，宋文，哎，宋文，宋文，你是安怎？啊，宋文，你人无爽快是？宋文，好啦好啦，你莫安尼啦，我莫讲，我莫讲啦吼，你莫搁想啊，你莫搁想啊，啊，宋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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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出来啦！让我出代志啊啦！老大呀，你是安怎？发生了啥事？伊就一直窜，一直窜，尾后突然间就昏去，我嘛唔知要安怎了哦。你黑久啦，你陪去房间内底。来，较细点，较细点。好。家己无细腻啊，我就是惊伊出代志啊，结果出去才一天就出代志啊。你成日一直要逼阿起考，啥物找回过去，找回自己。我看根本你自私自利，完全为着你家己的事业。那即摆你欢喜啊？吼，我跟你讲，阿起考了啥物三两对哦，我看你良心也袂安啦。我你家在，总算是稳定了。多谢，多谢你，搁救做完一摆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啊，结果真正是个可怜的女子，过去一场遐尔大的灾难，伊的命算是捡回来。我现在真开心，居然带伊行遐尔远的路。去到遐两个所在，佮讲一寡刺激伊的话，这嘛袂免怪你，你会着急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安尼做，若是要唤醒伊的记忆，你带伊去过去的所在，带伊去看实在的人，这拢嘛是对的啊。所文，我实在对不起，我实在太自私了。我安尼做，拢是你害你，不是爱。从今以后，我袂过来叫叫你。小三爷，所有人拜托你。明叫，我伫遮，我伫遮。你上就担心呢，好佳在你平安度过这关啊。本来送你去地牢，是为着医好你的病，想袂到，颠倒互你的病情愈来愈重。你错，你别说我错好不好？你别说我错，你别怪记我了好不好？阿 Kiko，你上毋是无爱治你，是要帮助你。
你叫我二三拢已经半年啊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小妹。不过，我嘛真同情天你啊，像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比下倒伫挂心肝搁较疼。我规家我脚无咧毛，拢是日本人害。我想袂起来，我啥物拢想袂起来。我即摆才知影，我有一个日本人救我，我有一个日本男友，我有一个日本名我叫做阿基可。我大家遮疼，我心这大，我唔知影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是应该恨日本人，还是爱日本人？你甲我讲。你讲，你甲我讲，我是要安怎？我了解，你的痛苦甲矛盾，我完全了解。拢是迄场无情的战争害的，是阮日本政府这种恶霸的侵占，招侪人家破人亡。你是无辜的，阿基哥，我阿三哦伫遮代替。日本政府，甲你害到遮尔惨的日本政府，甲你回失嘞，すみません。你走你们，你走你们。我已经伫遮等你真久啊！你知影？我叫你去掠孙文，到即摆你连一个影拢无，结果为着一个查某人来败事。讲起来，你实在是嘛真无路用。公公啊，哎呦，你都唔知影，这个查某人哦，甲一般无共啊，伊是阮大某呢。我哪会知要去掠孙文的时阵哦，啊，伊拄甲伊做伙啦，我都下手啦。你讲，迄个查某人是你大的某？啊对啦，哎，阮大为着这件代志哦，爱规人哦消散落吧。这个孙文啊，有够国营的啦，有够无天良的啦，怪阮大的某吼，佮害阮大到这个地步，佮甲阮嫂吼，号成什么日本名，什么阿基可哟，听你嘛突然。安尼讲起来，你即摆的机会比以前好真多。这个阿 Kiko 的查某人，你会当好好甲利用一下。安尼个会通哦？即马天时地利人和你拢有啊，是你掠孙文大好的机会，这千万唔通搁再拖，这要紧，知影？啊，知。只要你会当将孙文甲掠着，我马上回报朝廷，审你做七品官。才七品哦？啊无你是小心几品？啊，恁大清国官吼，上多是几品9品。好，那我就做9品呢。既然安尼，我就等互你做9品官。多谢公公。我拄啊吼，去订你8品，歹势。嘿嘿。哎，嫂，你莫看到我就惊甲安尼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莫叫你嫂，叫你阿基哥安尼就好。
我知啦，你也无想要见到阮天庭大的，我袂甲你勉强啦。啊，毋过有一个人吼，你一定想要见，迄个人就是恁阿爸，好表师。恁阿爸就伫迄无红的所在。伊自从知影讲你失踪了后，伊是日头哭，暝也哭，哭到两蕊目睭用要青命啊！但是啊，伊知影你还佫活咧，伊规个人啊欢喜到袂输敢若囡仔咧啦！马上哦，规使咧赶尾来看你。敢讲你表若无信无信，你用个卖认伊，啊，毋过无论如何，我绝对要请你去看一下。上起码嘛甲安慰一下。啊，奇哥小姐，是人拢有同情心嘛。好表师，伊只不过是想要来探望伊的爱女，遮尔可怜啊大人，敢讲你拢袂可怜伊？好，你带我来见。哦，有啥？阿基哥啊！阿干静啊，你有看到阿基哥无？哦，伊透早就出去拜拜，还袂转来呢。去拜拜。嘿啊。哪会遐尔久还袂转来？啊，对啦，中山先生啊，较拄则吼有一个人交互我一张字条，讲叫我交互你呢，一只。阿基哥小姐，即摆伫阮的车中，若是要怀伊转来，就请孙文单独赴约。今仔日下晡3点伫街仔寮交还人质。若是有第二人的出现，恁弟的性命就难保。哪会发生即款的代志？阿良静，你来，等一下阿嫂若煞转来时阵，你将这个交互伊，爱记得哦。阿基哥，阿基哥，喂，我是孙文啊，我来啊！你看，我无大任何的武器，无任何人对我来。喂，喂，你会当帮阿基哥啊？你甲叫出来无？安怎我无看到人？阿紧啊！阿紧过来！你在哪？我下了。我在先生。啊，阿紧哥，阿紧哥，你什么所在？我拜托你了，你赶紧给我放开啦！中山先生嘞，我拄则听到医生，你到底该安怎？中山先生，你啊！阿基哥，阿基哥，阿基哥，医生，阿基哥，阿基哥，小水进来，阿基哥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进来小水，哥，是谁来你把你的家啦？我嘛唔知啊！我听中山先生的声音，伊叫我掠去啊啦！唉，我到小村转来的时阵已经晚一步啊。咪过咧，
我要找哎呦，这个时阵找要创啥货啦？这件代志，是实假的，我要看伊安怎面对我。对，找着民姑，就会知影中山遐的下落。行，来别的是地下找啦。小小的医生都想要造反，竟然阁想要推翻咱大清帝国。你的野心真大嘛！你的志气比天阁较悬，要阁又安怎？共阮跋大，共阮落在我李公公的手中。陈三毛啊，已经甲我讲。你遮的乱党伫咧台湾，阁有啥物款的组织？你上好一项一项李公公，你了我是无啥物路，你了我，敢会互搁较济志气青年起来革命，牺牲我一个人，若是会当唤起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的意思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足有价值。顶去！碰风水鸡太无吧！然后你甲我听好清楚，这摆你发电部回惊禀报太后，看是要将你送倒去长山，还是就地处决？这摆已经发电报回惊禀报太后，看是要将你送倒去长山，还是就地处决？三无啊，我考告你，你即马想讲莫甲我赌强，我甲我合作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我若无，你毋通怪我无警告你。林万清政府，了我嘛毋是头一摆，我一定惯性，我无啥物袂当忍受。亲像顶摆英国伦敦，你嘛是共款啦。你竟然还阁敢讲英国，阁敢讲伊个大魔啊！妖国！好，即马都将你这妖女甲你抬起！公公车死了，公公唔怕呀！太好，阿明下次讲要抬伊呢。你有听到伊拄则是咧讲啥物？叛徒，真正的叛徒！也无想看卖，也英国人是安怎救咱的？一个目睭青淋淋，鼻啊毒到跟咧冒药的，嘴大到跟咧海洋，拢想要将咱大清帝国给吞落去。这个孙三宝啊，竟然阁想要甲伊合作，靠遐英国人来解救伊。你讲我会生气袂？我会生气袂？生气，莫甲这种笨手，莫甲这种笨手计较。你无力啦，你紧两，恁两摆都要动路，我对恁无客气哦。你拢牙闪，我要入去内面找人。真是罕见！我3车4车拢车你袂来，本来我是讲一定要用8顶的大轿，才有法度将光来。孙文人咧，赶紧甲孙文绑出来。孙文，对啊，我拄好想要找你讨人呢。我毋是有派你去掠伊，你看你慢手慢手，到即摆一点仔动静嘛无。免断地气啦，就是恁这人煽动迷糊，
叫美姑对恁做这鼻涕下流的代志。今晚美姑人咧，叫出来见我。你迄个小弟咪姑，唉，伊是比你爱顾真多哦。伊一个听到调你要重用伊，伊马上就拼死拼活，哪会亲像你？伊是这个无坚定，和孙文三言两语就甲你洗脑。我不是去互洗脑，是看清楚恁的真面目。嘴是讲爱国，做的是一款乌鲁无钱的代志。恁伫北京一抬就是几千人，这也叫爱国心。啊，搁有哦，恁这义和团的人拄着查某，不是讲强奸就是讲抬死，安尼也叫做爱国哦？这么拢甲闪，我要入来内面找人。对，你还在床上？你这是不是？你是在我太失望啊你！我见我带念着你，是有下属袂着，你紧甲中山先生放出来，我就原谅你。已经袂赴啊！中山先生已经送去断船，甲后摆请政府啊！咪姑，这种代志你来做出来啊你！各位记住，你。对，你为了孙怕我，你无可能来害你情。是想要甲你好好清醒啦！哼！真唔敢相信，这边有可能，美军会变甲安尼，斗阵遐尼久的兄弟，甚至会用为着对方去牺牲性命，这种感情，竟然袂堪要考验的。是啊，有影啦。那恁的感情吼，讲起来吼，是比亲兄弟搁较亲啦。无怪吼，你会遮尔啊伤心。讲起来吼，我嘛有毋对啦。这几日仔吼，为着素云的代志你无用，拢袂记去关心一下，无怪吼，伊才会去交遐阿你不大朋友去行毋知路。哎哟，面久拢几岁人啊，对无？遮大汉啊，啥物代志是非该爱遐分啊，对无？咪姑，咪姑，等来。咪姑，咪姑。咪姑的啊，安尼来款包好啦。我等下看物件啦，小等我要走。这个话你讲会出来？哦，你安尼来无消息，去无消息，啊你安尼做就伤过分啊啦！这是我讲大代志啊，你免管哪做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毋是每一个人像你安尼哦，无心无肝、无情无义哦。莫想讲恁查甫人代志吼，我查某人毋知影哦。哼，若像恁吼，平常时你遐我伫啦，结果咧话变面就变面啦。若像这种的吼，我根本就看恁无啦。现在你安尼讲？哎，咪姑嘞！咪姑，你安尼做创啥？你真是要离开哦？要永远离开这个所在啊？咪姑，你想看觅？这间店是咱两个兄弟辛辛苦苦拍出来的天下，你安尼敢不甘哟？从今仔开始，我正式参加义和团。我做
这代志要做，以后地老的代志就麻烦你。等下，你讲啥？正式加入义和团？咪姑，你是愈聊愈亲是不是？请你莫批评义和团，我相信义和团是一个爱国的组织。我是讲，你反倒对我可客气，参加义和团，消灭外国人、日本人，全部你爱反倒，咱共同咱为朝廷效劳。你是读较歹去是不是？你信你的啊，我信我的。咱们兄弟啊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行我的路。你也莫搁小狗走。你甲我转来，你甲我转来，你甲这房间啦，接去啦！你莫走啊！我来拜托你。大个，我面骨底你遮尔久，毋捌无听你的话，但是这摆，我绝对要离开。保重。Kiko，你去倒位？已经3天啊，拢无中山先生的消息，唔知地点是安怎处理，也无甲咱讲一声。我不爱等你啊，我要来找伊。哎呀，Kiko，赶紧去！小春，你即马去也是无采工啊？铁林遐若是有消息，一定来甲咱讲嘛。你无来，代表无结果。坐啦，你说，坐啦。铁林啊，铁林啊，你若个唔来，要到你地下大门，你知无？咪姑的咧，你有找到咪姑的无？中山先生安怎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我今日来是甲恁分析的，是我能力无够，无办法说服咪姑将中山先生交出来，害伊即摆搁下落不明，请三位原谅。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中山先生发生什么不良情？你讲，伊是安怎？你讲啊！你莫着急啦，我到即摆还未找到伊，伊是死还是我拢唔知。什么还未找到伊？你根本就无用心，你是伫咧养活阮的，你一工做我一工，你要到我什么时阵？我早就知伊甲咪姑是共党的啦，找伊斗相共，袂输找几拆药共款，无效阮死的啦。但即嘛好啊，时间已经拖落啦，我要费动，更靠时间作业啦，叫中山这根本就无希望啊嘛。小春，莫这样激动，代志无一定有遐悲观啊。Kiko，你嘛较冷静。铁林遐是中山遐的朋友，我相信伊是袂错的朋友。卖个啰嗦，我啰嗦我家己抓起来，无聊，天天死都不干。
老兄，我真正甲你拼掉！来啊！你来啊！你！打开喽！杨万辉！这几天，等去好啊，甲恁人安葬。咱紧离开这，无等下日本警察落来。亚麻摩托上，阿三老师，嘿，照久无看，你哪会伫遮？我是有职务在身，四界巡逻。啊，你咧？你哪会伫遮？我是一间知名宾馆的主人啊。真正呀！你伫咧日本遐尼大官位无要做，甘愿走到遮来开旅馆啊？真意外啊！哎，阿 Kiko，来，嗨，这位是亚麻摩托上，是我伫日本捡到的同乡。阿 Kiko，我会记袂。亚麻摩托桑，你好。你好，亚麻摩托上，どうぞ。开旅馆吼是自由自在，啊，佫会当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，是真趣味无毋对啦。不过吼，旅馆嘛是3996的人出入的所在，对啦。有一个人吼，你要较注意。亚麻摩托上的意思是，叛乱分子廖添丁，我出来犯案啊，都是伊啦。廖添丁，安怎？你识识伊哦？那有可能啊？只是有小可明晰明晰。这有可能啦。一个人吼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什么时阵会出现伫咧什么所在，拢袂暗算。来，一张图甲伊搭起来。阿三老师，你要叫大家提高警觉。一个万恶的匪徒，一旦若互伊伫咧旅馆出入，将来会大大威胁到旅馆所有的人。就是啊，阿 Kiko 你有听哦？等下去通知所有的旅客较注意的。嗨，那你这间旅馆，所有人出入的所在，我拢要严加搜查，一个拢袂放过。廖添丁，你既然敢抓到我，我都无抓你过啊！我绝不甘休。